所发的自心意愿。修菩萨道人，即令发菩提心，即利人之心。发菩提心就是利人之心，利益众生的心就是菩提心，就是菩萨的心。啊，透过利人过程中完成自我的目标。咱今日透过利人的过程中完成咱自我的意念。咱若无去度人，咱唔知讲人安怎度，对不对？咱若无去度人，咱知人安怎度无？唔知。咱若无透过讲三宝，咱知三宝真正殊胜。啊，咱若无透过成全人的教育，咱唔知叫做成全一个众生，叫人家受苦。啊，所以伫这个当中，就是互咱自我的力量。啊，利益力量，啊，自利他中提升到能发菩提心行的时阵，伫这个伫这个自利利他，咱其实是利他，唔过咱嘛自利，自利就是啥？就是只要讲今仔日做一个比如，我要来台北站经理讲，我你做这个去台北，我可以啦。其实伊在我听，我后伊嘛答，但其实是伊更到情况。我阿个就把我个爱个做成，好安尼吼。其实咱讲利人，其实是利人；咱讲度人，其实嘛度大人。啊，对。所以这就是讲利人，伊目标是利人，但是其实到最后利人。好呀，无正若讲在经理讲在我要你台北，是不是？伊等于告诉我阿哥是台北，我还要再回来，对不对？其实是伊较直接话的，当然你平常话讲无，其实靠在我是做上主的，吼，其实就是伊告诉我，吼，所以这款的经验呢，实在是伫迄个自利利他中提升到菩萨的心性，菩萨心该袂用听好看好吼，一字一字看好，菩萨的心心就是用菩萨心，行就是用行的时阵是绝不容易，极不容易。所以有阵时啊，咱经常真正要发这个菩提心，